冷氣通安裝冷氣一步到位，安全可靠。尋找一個可靠的冷氣安裝服務，往往令用戶費心費神。冷氣通提供專業的冷氣安裝服務，由資深技師上門安裝，快速、安全且高效。我們的冷氣安裝服務涵蓋冷氣機的正確安裝位置規劃、固定穩妥與電力配置，保證冷氣運行穩定、省電又耐用。冷氣機安裝的重要性，正確安裝冷氣機不僅能確保製冷效能，更能減少運行噪音及能源損耗。不當的安裝方式可能導致冷氣機的水、漏冷媒或電路故障，甚至影響使用壽命。冷氣通的技師在安裝前會仔細勘查安裝環境，確保安裝位置符合通風、負重及電力條件，為用戶提供專業的冷氣機安裝解決方案。我們的服務範圍包括冷氣安裝、冷氣機安裝、安裝冷氣機、冷氣清洗與保養、冷氣機檢查與故障診斷、商用冷氣與家用冷氣安裝、室內及室外機的穩定安裝與調校、實用技巧，如何挑選適合的冷氣機安裝位置，確保安裝位置有足夠的空氣流通空間，避免直射陽光及過於潮濕的環境，確保牆面穩固，能承受冷氣機重量，盡量將室外機安裝於通風良好的位置，避免冷氣機風口直吹人，增加舒適度。冷氣安裝流程圖，用戶聯絡冷氣通，安排技師上門現場評估位置，冷氣機安裝完成，用戶確認滿意，常見問題解答。A 非 Q 冷氣機安裝需要多長時間？ A 一般情況下，冷氣機安裝需時約1至2小時。Q 冷氣通的技師是否擁有專業認證？ A 是的，我們的技師均持有相關資質，經驗豐富。Q 冷氣機安裝後可否即時使用？ A 是的，冷氣機安裝完成後可立即正常運作。Q 冷氣安裝是否包括測試功能？ A 當然，我們會在安裝後進行功能測試，確保正常運行。Q 如果我想改變冷氣機安裝位置，冷氣通可否提供服務？ A 是的，我們可以根據你的需求重新安排安裝位置，